出埃及记第13章，奉献头上生的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以色列人着将头上生的人甲精生，拢分别做成归互我，因为因是我的。除假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恁着会记得即日，因为上主伫即日用大权能的手，甲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带出来。有羹的饼拢毋通食。恁伫阿比雅即日离开埃及，将来上主会带恁进入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徛起的地。这个地是伊对恁的祖先立誓，要赏赐互恁，留恁甲蜜的地。迄时恁着伫逐年的即个月遵守下面即个规例，着食无假饼7日。第7日是敬拜上主的节日，即7日恁着食无假饼。伫恁境内袂用得有假母甲有羹的饼。伫即日恁着教示恁的囝，讲：这是要纪念上主伫我出埃及的时，为着我所做的事。恁着伫恁的手甲头遐做记号，互恁常常暗念上主的律法。因为上主有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埃及，所以逐年即日若到，恁着守即个规例。头上生的献互上主，上主带恁进入伊对恁甲恁的祖先立誓，要赏赐互恁的迦南地。迄时，恁着将大囝甲所有头上生公的精生献互上主，因为遮的拢属上主。头上生的驴仔着献羊仔赎回，若无要赎回，就着讲断驴仔的颔棍。毋过恁的大囝拢着赎回。以后恁的囝若问恁讲是安怎要安尼做，恁着甲因讲：上主用大权能的手带阮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。迄时埃及王固执毋放阮离开，上主就将埃及所有人的大囝甲精生的头上生的拢杀死。所以我将头上生公的精生献互上主，将大囝赎回。你着伫你的手甲头遐做记号，纪念上主用大权能的手带阮出埃及。分条甲火条，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，上帝无带因行迄条经过非利士地较近的路，因为上帝讲：行了遮的人民拄着战争，就后悔，搁倒转去埃及。所以上帝带以色列人越对红海旷野迄条路，以色列人拢武装对埃及地出去。摩西带约瑟的骨骸离开，因为约瑟有叫以色列人手动抓，对因讲：上帝一定会照顾恁，恁着带我的骨骸做伙倒去。因对苏格出发，伫旷野的边界以统扎营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时用分条甲因带路，暝时用火条甲因照光，互因日时暝时拢袂当行路。日时的分条，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以色列人。